我係改風，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家比較啲，定一個老朋友，點二家比，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風。這邊呢歡迎大家嚟到暗上風法啊！這邊呢藝術家比點請到一個客家兒童文學嘅作家張老師張傑明老師來到俺呢節目當中。今日呢，我是當有興趣是談一下張老師講，讓嘅張係俺呢本身嚟看呢客家文學，我想第一下聽陣俺就來請張老師來講呢個話題。不過開始以前呢，俺先請張老師留俺呢觀眾朋友大家打聲招呼。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張老師，剛開始是嘅，其實唔係行文學嘅條路嘅呢。老大以前係做嘅紡織工廠嘅。我說你我做紡織工廠地方跨領域啊，跨領域行到嚟就客家文學嘅就司機嚟。先做個點下，你會就按他嘅轉身。哦，其實我行文學，我行兒童文學嘅一個東西啊，哈，從較長嘅原因都講，因為我冇嘅樣子，佢自家就去學校報名講，要去參加演講比賽，行嘢，叫阿爸，唔等我寫演講稿好冇？係，故所我就嚟寫演講稿，但係我又想講。演講過大家都看片演講過都會論說文啊，論述文，T1點、T2點、T3點，結論兩版寫，按模式寫啊，我就寫一個故事，嚇寫一個童話故事本集，看見效果以後，伊一3萬去準備也有得獎，嚇，鼓勵到新人嘅伊個心意，其實要鼓勵到人太年，寫故事。做得寫哦，好，我做安排好，做一次做按樣寫下來，寫久了就變得迄個形成伊個內容起來。但是他演呢一隻演員咩？就他權呢喏，他權的演員係乜嘅？我從細我小學家下，阿公啊，伊愛帶我去交朋友嘅了。伊有個朋友啊，後來去做向導，唔知道做向導一定係有學識嘅人，有讀書，阿不卡應該有錢。所以有看呢，有很多書，其中有一種書叫做苗油書刊。苗油書刊一種是嘅，佢係苗栗新做嘅一個文學書，客家文學嘅書，雜誌呢。地方都有故事呢。這樣子通過小學嘅多少人嘅其他事業嗬，看啲故事，唔會太難啊，叫做客家故事。呢個客家山歌，地方邊有客家嘅靚嘅啦，客家嘅童謠啦，看啦，嗰種種子的播，文化嘅種子表現喺心肝度。都幾時嘅按照以前就開始啊？係，用客家詩哦，呢本書裏邊啲童謠就係用客家詩哦。我說，這係50-60年前嘅事情。嗰日下，報名呢都嗌咗，每寫書啊，人多少心肝有嘅帶。因為這樣子我細年的時候，我讀一種東西，個係啲潛模呀、現代式的行業文學、行業兒童文學，都係老嘅。通常知道講，係在創作社會新的東西出來，故說都更加更多。所以千頭百從世界下嘅經驗，到我每一個下這樣子，當然中間還有啲，跟中間還有啲點。很多萬澳無運通，當然萬澳無運通這樣子人當初是冇去參加，但是呢新聞日報，雜誌日都在寫，有個一下客家雜誌嘅前身風陽雜誌，你看這雜誌當然發現看啲看法，你點出當到問題，係點講就講，學術人自家聲音嘅安排當。一開始上教育學講客，報名就標題呢嘛，標題，因為幾多學校嘢都冇講客嘅，我說報名，第二講，係咪上去學嘅？
讲客，还没想来参加比赛甲嗨，本人动态鼓励。我面前几十点因在起来，开始写甲嗨，听到注意转，边跳都写一下。问一下张老师哈，就是还有印象嘅时间就妨碍母语运动那件事情，就那个他受伤嘅时候嘅记忆里边啊，有乜个一本印象当深嘅冇？就係只运动本身。本来先什么东西都係語言問題啊，唔係文化問題，係語言問題。即係你話看待呢只客家語言嘅問題。嗰陣時嘅青海一做咧，有個孫中山嗰個國父啊，嗬，M 對 M 嘅 M 頂嘅嚇，大力搞茶個，做嘛國父做唔到講客。哦，即係一樣嘅形象就嘅。形象係香港係啊，因為生意嘅。我說伊有事乜嘢咧？我生意出世界開始就搞住講客，搞住創客家歌，搞嘅其實佢天時打開咗而家嗬，所以看到嘅係貴嘢東西，係，而係土幼稚園，有啲全部講貴嘢東西，因為綁緊唔一樣啊，所以說母語話我母語通，基本係當強烈嘅一個危機感，我將客家教傳下去，嗰陣時人純粹講。我想要將客家傳下去，用乜嘅方式呢？寫故事。嗰個客向我一次出書家下，我做係我生意，多少人聽書下。聽書唔係講一天2萬當做的，主要是必參與。書我看過，就聽人畫個圖，將個地方圖都係我冇畫嘅。大師係我冇，係聽書下。所以其實咧，你客家話一種還我母語運動那件事情，每老師有經過幾個時代啊。老師你阿娘去看呢隻運動同幾個時代行到呢下，一段時間內到底客家話呢件事情有辦法你客家人去講冇？俺自家客家人拿到呢個東西以後，佢係有係樣嘅去再個重新來復興呢隻客家話。老師你有講呢件事情？話我母語，隻主題都話我母語嘛，嗬。我知道以我自家個人嘅一個看法吧，嗬。當時基本我青態嘅震撼係，客家話真正有危機嘅。係，因為像我自家，雖然係出世家下，真係當認真教嘅。唔過在呢個英語學起嘅，英語幼稚園起嘅，個天師影響。其實已獲起來，嗰個樣子入邊印象，要話我母語能對人的影響啊，嗬，有影響，但是冇堅持下去，也係我自家一個影響。其實很難嘅就係堅持下去啦。所以講，因為母語嗬，我知道不管你客話也好，也係嘅河洛話也好，也係原住民嘅話也好，其實真難嘅就講，一隻細年嘅變到一隻做得。老太人向下講，出街母語嘅呢隻環境地位，太人要長時間到4年咧，學習語言親好一個時間點地位，搞到呢4年咧去講佢出街母語，然後變到講呢隻母語已經入到了4年一隻語言系統地位嘅時間，像冇從細去奠基起來時間有一些打傷。當然，你下一隻新嘅就教育系統地位嗬，其實已經有做得做得小學生做得去寫了客話呀、河洛話來突擊咁樣，做得開始用先。不過其實對老師來講，是到學個地位嗬，用一隻講過年嘅一隻教育系統地位，變一隻咁樣客話一隻課程，都了有乜嘅效果冇？本來我一開始寫嘅東西嘅嗬，寫嘅兒童文學，我係從長久客家話嘅角度去切入去嘅啦，唔係從文學嘅角度。我下後當然寫到有心得，寫到有心意去落去嘅，慢慢再沉浸到一個兒童文學嘅地位嗬，當時啊感覺也係一個文學嘅東西係，當然難免係會有一個去看待一些語言嘅東西，還是會有些。
唔看係個故事底背，我創作一個故事，家下我係文學嘅感受當神奇安尼。但事後我排版，我出版家下，我一定我都會留意翻譯，會留意注音拼音，啊，我錄音本下個，都希望我睇我談嘅時，其實講希望新人談嘅時候，記住我講下，還能回轉話我母語通講長久母語嘅種嘅基本嘅實體係。剛其實張老師講到我母語嘅一個部分哦，而且開始嘅時間，俺嚟談張老師，你用嘅這個去講，做乜文學後來變到一隻就是講喺語言嘅一隻工具，去留客家呢件事情留下來。所以你點同重要嘅，因為而且係咩做一些東西，就希望留客家有關嘅東西，做得有機會透過文學嘅東西流傳下來。而且下一段時間，同張老師講兩段。好，老師對下一段時間。咁啊，做啲用一種客家人嘅性格去寫一隻關心嘅世界一隻文學夢。因為唔是寫一定要寫客家相關，其實係喺宣教呀、寫人嘅嗬，佢身邊用嗰種東西，天羅啦、苗路啦、筆觸、鍵盤、嗬、大師啦、嗬、面書啦、嗬，嘅賴啦、嚇，賴像你比講到張老師到你節目來哈，呢件事情真係農村嘅，因為老師花同多嘅時間去做客家唔同文學一件事情嘅研究，咩寫同到書讀嘅一輩。不過在談到老師書以前，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做得老大家先分享一下哦，咩請教嘅張老師。不過對於張老師嚟講，客家文學一件事情到底點樣去定義佢？我定義文學啊，嗬。一開始家下有呢個現代化嚟講啊，嗬！一開始家下係講唔係客家詩嘅作家，客家詩寫嘅東西就係客家文學。當然有天意真經，就本當多人去證驗。佢雖然講係客家人，講把客家人，或者講佢本身係自家認為係客家人。唔過佢唔好講客嘅。或者講，佢要講下，唔好佢本寫東西係寫外國東西啊，寫跟客家完全無關嘅東西啊，做乜佢按照客家文學？佢說一種講法真經就本大家去排除出，佢一下較主流嘅一個想法看法係，雖然唔係用客家話寫，唔就用親自行嘅，也比如一下係法文，佢講用英文或者用英文。但佢寫嘅東西底部係寫到客家嘅體育，寫到客家嘅歷史，佢講寫客家嘅民俗風情、文化觀念。如果很多人運動地方看到一個客家樣嘅地方，也按照客家文學。將來兩種原則上其實係按你對傳統客家文學、客語文學，所以用客語文學加客家文學兩件事情去定義嘅呢件事情，我沒有那個想法就講，喂，有隻可能喎。其實有咗很多漢人文學，漢人唔係語言，咩唔係假文化，呢種人嘅一隻出發。你個就想到講，有啲時陣家下客家詩吧，牙公係客家人啊，牙爸客家人。我有想講，你係客家唔係兩年咩識啲人咯，有那一種性格嘅問題。你講，其實你前報嘅一隻。做嘅沙基嘅朋友嗬，佢即係特別市政府嗬，做合作做一隻嘅客家標語嗬，標語要掛到嘅市政府嘅單位，就談到就講，客家人有當特殊嘅一種關鍵字啊，我哋客家人都講下，你咪就講客家人當吝嗇，當壓產，當壓客家人當硬頸，我講想原住民就冇硬頸嘅。外省人就冇硬頸嘅，中央有啊。外省人就唔可以當壓嘅，沒有當小氣嘅外省人啊，沒有當小氣嘅就可能
英文你也好啊，法国你也好啊，同样的普遍的事情。怎么讲？一直按单纯的一只词汇啊，讲词汇啊，叫诗哦，叫字源哦。我老客家的性格，客家人的性格，安种出家都连到先人个，所以讲就想讲，某一天哦，你一种新的一种想法，所以讲做用一种客家人的性格去写一只关心的世界一只文学目，安样做得有深度安尼客家文学目。其实对老师来讲，因为老师按多的时间都会写那只客语儿童文学地方，都图前安样的客语的儿童文学这件事情啊，老师花当多时间深入到客家中地方去，老师有发现到乜个较神奇的事情？从家嘅讲起啊，吼，其实客家讲嘅牙刷也硬讲吼，也做乜我老客家人联想下，也希望有人写东西，甲用一个主题呈现一种嘅观点，其实也都会讲客家东西啊，计算客家文学冇问题啊，唔是因为人的关系。好多人就写客家文学对啦，我好多人看客家话，看行业的观点很有关系，用到语言嘅教会的东西很有关系，也没说客家文化，因为说客家相关东西啊。都唔是以单纯因为人我认为唔嘅，但是不管係乜人來寫了一東西相關，都算客家文學啊。當然進一步還有那個行業文學，你都純粹用客家話嚟寫，幾清純嘅，冇乜個爭議嘅，係唔係用嘅客家話嚟寫。我認為唔是寫一定要寫客家相關，寫天文啊，我童話地位我咪寫天文啊，寫地理啊，上太空日講啊。天路啊，为啥子写？佢唔是做。我做乜嘅？我其實我較喜歡也下講，我較喜歡講，我對我文學，我係用文學角度來建立一個話題。文學係當神奇嘅東西，也係講當感覺。寫你都沉浸到地步，好神奇東西。我老我些故事，一向下驕子，向下笑。向下去幽默，好，所以也較神奇。我悄悄我留一語言，我客家童話、客語童話，喺少語言嗰啲模，我悄悄現在表達，我一直用文學嘅角度嚟看一件事情。係，家講我教細人呢，一下冇安環境啊。嗰時我一開始嘅我係用語言角度嚟講嘅，我想建立一個客家前進，而家雖然都冇好唔會講客，佢每日講客嘛，先生教客家，禮拜教唔幾話，依個學期教下來教每100幾話，學個面向題好容易得去嘅，起碼題面要翹走去嘅，唔用我學個會咯。不過我想我本來想用故事嘅形態，故事當神奇啊，情境一直構築，有很多的一種技巧、幽默啊、緊張啊，像笑所樣嘅，去意面去看下，如果看大量當多嘅詞彙喺地方，建立一個行業嘅情境。我一開始單純係想為到生意嚟講來設計樣嘅東西嘅事。其實用兒童文學呢一件事情來看客語哦，其實我是都係。我一直當其他嘅事情，咁麼你又講啦，就講其實當到老師吼，其實全部用佢自家嘅方式去留記佢可能圖下老一批嘅人嘅一隻口傳嘅一隻方式留呢條故事留下來。不過呢個真係一種還蠻有系統化。你比如我親戚嚟講，台灣地方嘅一隻客家兒童故事的太整理，一件事情我知道，應該是做得去落實啊，做得去同安尼兩隻時代，因為做得去做呢件事情，然後因為你講做乜講兒童？你講因為兒童文學托給年做嘅4年咧，所以講因為安尼相對唔係太年來講客家天天。行想到講呢隻文學嘅東西，兒童文學嘅東西，4年嚟因為看到了兒童文學，佢做得我小個啊，讀到了，
原来啦，甲花甲安尼讲嘅水质，富气像我就唔会讲那诗啊，看到书底原来水质很多富气我安尼出嘅天顺那一地富嘅水质啊，你来讲啊，连天顺都冇啊，就纯到水饺顺嘅，冇奶水饺顺啲，就冇两个天顺去看嘅水质诶。就是说，不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或者讲从语言教学角度来看，其实还係先教呀細人嘅佢身邊用嗰種東西，天羅啦、苗路啦、筆觸、鍵盤大師啦老同學嘅面書啦賴啦賴有講啦，天大發明創作我想你某一天開堂嘅時間就講有機會你等一下先來談一下嘅老師就是念咪團你講兒童文你做談老師念咪團嘅老師就講寫客家嘅學語嘅兒童文學你將來入到家老師點都講。你用嚟去面對到新時代嘅學語，係一個新嘅想法，係咁嚟想，安尼啦。好，等下你老師就先來講。看到新嘅東西，再過來用設計嘅方式，用新嘅客家詩來列隻東西命名。新時代要有新嘅內涵。唔單止人嘅故事地方要帶入個新嘅東西連概念要帶入來，要邏輯要講清楚，要錯嘅唔錯嘅，錯嘅唔錯嘅，幾樣樣幾樣樣幾。題目幫名學送先呢，而學送嘅體育方式呢，係下講愛基本嘅朋友嘅情書。題目幫名看到有寫好咗，心嘟嘟嘅主角，愛啲下講嘅朋友一天係乜㗎？蛤蟆，聽人講佢身康上有4隻腳，喺在大樹下，而那道線呢，無看無知，迷路迷擦就出發。剛才大家聽到其實就係張老師佢寫客家兒童文學。其實剛剛老師有講到一隻當中嘅一隻。詩我是都做喺列團安尼聽我講嘅，講到下講，有個女朋友一定很多蛤蟆，那公老馬呢件事情做喺唔底下家花時間做喺底下地步一隻幽默感同那度以前係你講，你 Q 嘅時代就講，你攞一片你有流動，嘅白沙，攞壁虎，嘅妖婆。嘅撇婆，安尼第講，老鷹也係蝙蝠，跌到以前內片嚟講，佢彈下嘅木單位就看到嘅撇婆比來比去咩，嘅老人家佢乜嘅做撇婆，安尼，就第講嘅蝙蝠，嗰你下就看，你後生年14年你看唔到呢東西，你到時代就變化睇嚟，就變成講安尼你下看到新嘅東西，再過來用設計嘅方式用。新的客家詩來列隻東西命名，所以新的一隻嘅命名時代所以呢件事情，一種係新一代客家一種新的想法。老師你有看呢件事情？新時代要有新的內涵唔單止人嘅故事地方要帶入個新的東西連概念要帶入來。下一個童話故事呢度不知不覺會將舊時代地方實在就應該要改變東西，係會用，比如講民間文學地方客家
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地方，其实係都超豐富嘅。唔過你去看一個故事地方吼，有一集嚟講，睇落可以冇問題喎。廿三年吼當好心，故事呢，記住重要一個來嘅。男女冇平等嘅一個想法。係啊，佢男也中間咧，伊平權，也都會先推觀念嘛。而且再個就講，你咪講，都重大嘅，唔重冇嘅，都唔錯啊。第二，做冇好心都重大嘅。佢冇講到嚟，咁冇用到嘅咪壞心嘅。就壞心嘅。係邏輯啊，一道科學嘅邏輯。因為邏輯係因為我長期我做細地方，我工作地方，去做嘅設計。做設計我關心到伊屬於講伊新嘅東西，應該嚇新潮流時下叫流行咁樣。我係自己去設計天路，天路地方佢充滿邏輯，你邏輯一定要當正確。你下程式，下個天路嘗試啦嚇，一步一步嘅嚇，要邏輯要當清楚，要錯嘅唔錯嘅，錯嘅唔錯嘅，幾樣樣幾樣樣幾。要當清楚，如果我寫嘅兒童文學家下，其實我咪當我注意到嘅邏輯問題，係啊。當然兒童文學係你幻想，嚇係你離不開嘅幻想，伊個嗰個機制，嗰個嘅伊個東西。為咗我家講嘅太冇方面，伊個要送先呢，睇我下工要送先呢，不讓朋友講，哦，佢講嘅係蛤蟆，呢個故事。我之後，我下家我沉浸在這個故事的那個趣味性地方，我說你當神奇啊！一篇故事一開始家係因為我有一個欣賞，佢在當然哈，比如南浦，佢冇大條要寫 email 俾我，因為 email 講下來呀，講下來，當然講下來，反面哈。佢寫天字新嘅本來，天佑，伊講，請問先生吼，我去我嘅後輩嘅菜園地鋪棚下吼，可能有隻當係隻四隻腳嘅，我唔知嘢係怪呀蛤蟆呀乜嘅東西，請問也係乜嘅嚇？呀，你見下好，數字冇完成，伊冇字幕來看，伊冇像也下講有嘅數據嘅，真係視像上來看，我有啲講乜嘅東西。那就好啦，佢唔見嘢嗌冇，我都嗌佢 N 好冇。佢我都唔知講嘅係蛤蟆怪啊，你一粒怪嘛，嗌咩唔知啊？我都得唔講。唔係看到乜嘅樣嘅，叫做乜嘅，可能像蟾蜍嘅都蟾蜍。乜嘢蟾蜍都長乜嘅款咯？蛤蟆都長乜款，怪乜嘅款咯？係上個係寫故事玩哦，我用故事字，特別都也係叫新嘅來嗌時新，對嘛？下工。都然後唔到講哦，下講一生係乜嘅款，蛤蟆要生乜嘅款，當也係不一定要俾伊當做故事。其實老師佢家唐老師講啊，做下講老蛤蟆嘅故事，帶下其實佢老依然有同他嘅關係啦。也係雙關一面，因為也是用按樣一隻兒童文學嘅一種內容來溝通一隻很多乜嘅下講。嘛解很多蛤蟆嘅問題啊，所以其實呢個故事本身轉到後尾，其實佢係咧轉到客家語言嘅呢個問題。其實我想其實你張希老師挺關心呢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沒想講其實家你有講到講，其實都學校地方吼，一隻按樣嘅一隻教學嘅環境啊，吼，就講到底有創造出俾一隻學生嘅做得同學校地方。當好去研究，也係真係上到，也係真係學到客家話嘛。一件事情啊，就沿途去想講，其實係沒有其他嘅方式。即刻想到哪一個可能性，就是講，係有可能嘅話，係咪因為咧後生年學校社交咩嗬，社群咩嗬，冇今天用一種叫做視訊嘅系統。因為上你可能你還唔好行出門嚟哦，全部都不卡。不過有視訊系統，視訊系統你還要做得到，你做得做乜啊？做多人對談。一隻視訊系統，也係一隻嘅通話系統，做多方通話。
多方通话有唔对，你可以讲客，那个多边同化的吼，就讲因为安尼个方式吼，可以一个客家后生年嘅客家4年的一种谈话呀、讲话一种情境。当然是讲做得乡下都一个环境地方，大家坐下来，然后有一只那个挑人啊、咖啡啊、包的啊那样。哦，按讲一只社交来讲，现场对的人讲啊，是都可能该有一只无困样的意思啊。但是就按你想到一种形式的方式吼，咩唔地可有可能讲，某天有一只平台吼，不管你客 VV 啊，或者客家电视台也好，开创一只按样一只平台啊，一平台就讲运用新型的一只社群通讯软体啊，本后生人做得上去交朋友。我嘅交朋友这边就讲不过人样啊，就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讲，当不亲手我讲一般客话，我可以再讲客话，就讲你想交男朋友也好，要交女朋友也好，前提係就講一聽到像下公下嘅情書本下嘛，佢要可以講客話嘅，但係有隻安樣當然好教嘅嚇。不過某天想想，其實佢一個方法咯，一個方法就講用咗現實套一種想法吼，本後生你有機會。就算都台北，沒有一隻嗰種社群軟體做得開發出來，做得本係我講客嘅人講，其實我會講啦，有些無記的，因為在台北都是按機嘅，咩無媽媽無阿公阿婆鄉下講嘅時，有些咧講到無準嘅時，透過呢個社群軟體，大家就底部人全部一半以上全部講客話嘅，咁我想練習一下這個，在台北市嘅時就耳機戴落去，個藍牙戴落去，大家好咧，大家樣嘅就。53年、83年可以多方通話就開始講客語啦，可能呢一個都好搞嘅事情。也做得去思考啦。其實小小欣賞啊，哈，小小嘅團體地方開始做，其實是做得。呢種之前要靠政府，佢突然就實際人氣本。如果一下咁來，然後乜嘅咧？最近是上嘅問題啊，來微信啊，微信啊，呢東西誒，其實少部分人都在開始，這種雖然那也好無險啊，冇一個社交軟體地背，其實係喺一度太年嘅客家話軟體，有的係會幾天一天都寫客家詞，係，面書當我咪重用啊，好嘅 Facebook 當個咪千多嘅團體。專門用客家話寫，去發表意見。這種聲音的問題，聲音的語氣咪有，樣啲嘅長途我比較大條嘅。有，唔種我講也係先推樣體，也講有啲台北市啊，嗬，有啲很多比賽文、比賽平台、徵文比賽，客家話徵文啊，嗬，做起嚟太難去比賽。唯一就係教育部佢有社會組做先生組，然後伊個學生組，為學生嘅比賽。但是也其他都冇，但台北市有啲平台很多後生文學獎，佢行規定哦，40歲以下，超過40歲佢都冇選入喎。唔係附身份證講啊，證明係40歲以下。佢講後生人嗬，我本意嘅平台發揮。冇講客話，其實講冇眼強啊；講客家文化東西已冇眼多，講人生嘅經歷已冇眼豐富，唔係要按後生人按樣話人變，尤其是你客家文化獎，也咩用用啊，都一個新嘅平台，係廿4年嘅本高中生去講到我自己客家印象啊，客家嘅嘢咧，我冇講按個語言，而家講嘅語言其實唔好講，係咪寫？係啊，所以其實對客家嚟講哦。對個後生年代吼，我想下一節嘅時間，你做得這個唐亞老師嚟講，面對客家後生年，你係用乜嘅方式做得本客家後生年就參與到你客家語言嘅部分咧？你下一段嚟唐老師講，我下一段你從語言開始，因為下一部分我是做當從業咁樣上堂。而家研究人同台灣睇好多台灣面，係喺青島先生啊，嗬，幾年去研究，然後研究可能會他講挖去自家體味東西，都冇法講到內同形狀，全台灣太啲樣板比較啊，其實像嘅東西嗬，漸漸咪都變到內同嘅，原來台灣咧兒童文學，後擺傳統嘅有按怎乜解，而民間文學慢慢去採訪。
各位观众大家好，你上一堂其实谈到当有去一只点哦，你用现代的一只软体来开始每天你无你还梦想想，每天要做出一只新的方式的一只后生人的一种对话平台每天一件事情做得建议本学位费也好呀，客家天色也好，我做得想看啦，每天做得真的做出一只那种形式的一种客家后生人的对话平台。当然，你还有一段的时间想这个我请教给张老师来讲，因为老师对客家语文的一件事情，我知道老师当中师，然后老师每当长的时间，对语文、文化的一件事情，两个练强下的一件事情，下当太功夫。我想对老师来讲，老师迄样的一个看自家一只，从语言发展到文学发展，那两件事情，老师怎样看呢？当然语言的加基础，加标它的基础的一个工具就是语言嘛，语言同文学基本都是不分家的啊。好，无语言你用去表达人的文学，人的感想。从文化的发展中间，其实前方面是较欢喜用文学去看儿童文学。因为你用文学去看，这些伊咧当欢喜的，也当后生的，迄感性的，你用语言去看啊，吼，你都会先想到讲，语言复兴的问题啦，吼，要当伤感的事情。那如果我嘅文化嘅发展都老语言的同时係并行的啦，哈。不過我文化地方，你像甲講嘅《太姆幫嘅一本書，地方我以往啊嗬，我睇本書出家下，我要加片嘢，我都想講我冇片人可能看唔得，我加片嘢。唔過當多人讓我講，將唔要片係片嘅問題，我看片唔識啦，嘅嘢嘛嗬，我係做唔到啊。唔是應該咩要6年冇睇個談看啊，我報名都6年了。也都要結合吧，文學、老語言，唔可以用隨講，本人看的這些東西，唔再想辦法用現代化嘅一個工具，CD 片嘛 ，CD 也係去製作，軟體製作，硬體去製作，也個門檻唔會按高嘅，個唔重要。過下後有人講，我心中人能夠講開了嘅了。有個試驗啊，我雖然談個識，唔過迄咩人啊，你就會開了半個談個啦。這個對我皇帝啊，望水仙哈，因做啲要求，好唔怕。就我下要童話故要出短片的童話故事個下，我想一篇當7、8分鐘你聽啦哈，一對 CD 按法70分鐘，7分鐘是在當大掃。我就在編10篇60擺，當然唔係大擺都係車了。我去呢，我講台灣有6個強調啊，西海太平岸係南浦西沿哈。不過西沿海了，太浦、牛坪、這灣南浦西沿加起來，我去將一故事用個電子郵件，基本係都全台灣。南北認識先生，我講個熱情的，講我按熱心吼，迄邊當個聽書訓練生人，故事本，你先訓練生人的，訓練好啲嘅吼，我你人用嘢，都溜太長條溜轉來，從台北溜到台中，溜到高雄、屏東去了。就轉來去嘅吼，我發現一件事情，嗰個蛤蟆。下講嘅朋友係蛤蟆，一般人係我講客家人，聽到咗喲，按成氣候。問題佢爸爸都發現咧，牛坪花樓嘅這文化，佢講蛤蟆，佢唔係講蛤蟆咧，佢係講街球坡、街子，怪啊街子，街球坡，你攞蛤蟆都完全冇相異嘛。不過我都發現做一篇，我都發現講，原來台灣都太強調，含係有啲嘅東西係冇辦法去統一性嘅，
也双关，尤其个双关语的问题，双关语都係誒三個地方親接用到嘅書法。唔像個東西嘅，佢冇辦法，自然流開了多啲，太普很多啲，都牛平之外，其實冇咁樣嘅，趣味性都走起。你剛剛頭下有主持人有冇講？那個你有內同性冇？哦，台灣咧客家嘅用嘅兒童文學，係咪有內同嘅去研究冇？亦都嗱重用啊，而且內同性，搭個窗頭，可以去了解。搭個地方，這個故事唔係要了解真理，有人真理冇？其實你睇馮飛國先生，佢都係台灣嘅兒童文學嘅一個專家，嚇，一個當重要嘅專家，佢咪寫青島客家嘅童謠、兒歌、兒歌啦，嚇，童詩啊，嚇，童話故事。童話故事目前係冇人去研究嘅，嚇，但是童謠係青島嘅，嚇。而家研究嘅人同台灣好多台灣面係喺青島先生啊，嚇，而幾年去研究，然後研究可能會較講挖佢自家體味嘅東西。都冇法講到內同性講，全台灣太體樣板比較啊。其實一隻女同嘅一隻部分啊，其實係所以係太題目啦，而且就係太困難啦。就講家其實老師沒有講到，其實冇可能強講出來冇可能嘅詩啊。因為你寫文學嘅時候一定要用詩來寫。一隻詩對一隻東西嘅描述嘅方式係冇可能嘅時候，其實佢就出現一隻理解上嘅誤差啦，一定很難。所以我就講其實做乜講，家老師講提到講，個錄音呢個方式留下聲音來，個聲音就其實變當重要，咁樣，好冇？你有幾多音啊？當有辦法轉到詩去落實用嚟搞翻，希望你看到詩嘅冇聽到聲嘅時嘅，佢真係係有詩咩？是有的。你都聽講到老師其實讀講學天台啊，講學天台裏邊其實老師咪有一個節目推廣童謠呀、兒童文學嘅件事情。阿明古講童話、教客話，佢離唔開講童話對文學要教客話要變語言。你就做嘅童話部分來教語言，係教語言。所以老師嚟講一下呢部分到底哪個做嘅講學天台條邊哪個工作係嘛？而家拜行政一個客家語言會佢成立一個講學天台啊，嗬。其中一部分佢都規劃地方做一個兒童文學，嚇兒童文學講係都係也偏來做一禮拜1點鐘嘅一個規劃。太體係喺留嘅啲嗰綜藝香主持人啊，嚇香手機嚇搶下嘅主持。那都變咗講應該。一童話故事，見講有神奇地方，然後再睇睇嘅點下講解下，不太原來家講嘅就比較無看無地迷路迷測，呢啲東西有冇講啊？係後擺 TV 唔到，因為堂無看到詩嘛，唔知乜意思，就講解下，睇啲點出來，唔談家下原來幾睇本係談過呢，咁就冇講嘅，原來神奇嚇。神奇都影堂，就像你看什麼連續劇、連續劇咁嘅，你看到幾日戲咪都前面可以高潮迭起嚇，減加起到一次係一個時間多嘅，唔講緊都看嗨一些，就用故事一種情況，基本上係去談，好，今年都一前，以前台灣念師有發展專門從事客家兒童文學嘅中央嘅欣賞專家作家。我當然去採訪，看佢對客家兒童文學嘅隻看法，或者嘅成就、隻嘅成績樣版現，隻嘅作品樣版現，幾時嚟下都來去採訪。其實像嘅東西漸咪都變到內同嘅。原來台灣咧兒童文學後擺傳統嘅有按怎乜解？嘅民間文學慢慢去採訪睇寫，不過新嘅兒童文學。按怎麼樣去發展、去創新？咁你講後擺，講嘅唔係搞傳統嘅，就搞現代嘅。而下面有一表演，專門去做翻譯
翻译恩土生文化、恩土生文化、格林儿童文化，没有人做在头部呢。但都用客家嚟了。係其實改到客家翻譯，咩樣嘢做呢？嗰有3種形態嗬，都做得客家各個去打拼去發展。不過喺藝術度嗬，創新嘅文化藝術係真珍貴啦，因為佢會緊緊也下社會也下經驗去發展新嘅客家文化、客家同學，也客家當為未來，新年當有東西和新東西。其實一種難。最難嘅一點按你講客家嘅歌謠哈，然後客家嘅童話，其實對我嚟講，其實有一些都冇同樣嘅東西。你用語言嘅方式，然後你歌謠變到童話故事一件事情，不管你後生年，也係細年，也係大年，感到興趣一件事情，我知道其實係當重要一件事情。mais因為個咁樣嘅角度嚟看。佢就需要到一隻作文學作品本身，要到一隻嗰種高度當去，所以作為大家向下去打拼嘅地方啦。我覺得對老師嚟講最重要嘅其實係呢一件事情，客家嘅當道詩用說文講詩講故事嘅方式，我知道一種當好嘅流傳方式。你寫時想就當只聽到我現在做到嘅老闆嘅你頭不爛呢？你頭不爛呢？你試到是但係試到其實當到故事就係會做得講我爬我被做娘咪打錯啦，娘咪打錯嘛，試到做一隻當好講故事嘅技法，嘅故事會講出來，上一年話來，聽到人第一眼嚟嘅故事娘嘅時間，試到客家話做不就好了。我想今日當感謝張老師來到你節目當中，讓你分享很多老師創作嘅客家兒童文學過程裏邊，客家話輕鬆嘅兩節。我想觀眾朋友有機會時間做啲請老師嘅書嚟看，我哋到阿婆買姜，好啦，加兩本老師念到嘅嘅題目幫你送心內是咁一隻當好嘅一隻故事加湯圓嘅導演片。希望大家都可以前到咁樣嘅一個老師嘅客家兒童嘅故事來看，咁樣做得念地位故事本自家嘅細年堂。我想謝謝老師。是嘅。老師聽下還有新嘅寫作計劃冇？有啊。一支香頭有鹽，慢慢地游到天堂背去。客家兒童文學嘅作家張傑明。係佢當初嘅鄉土，佢喺聖誕上吃得呢各式各樣嘅小世界嘅蝦公、老蛤蟆，就等佢聽佢嘅想象，向下收起來，變成聲音。等佢出一聲，就變出正經嘅蝦公；等佢出另外一聲，又正經跳出一隻蛤蟆。聽聽，然後佢向下走到文字嘅天堂倒背，向下教，向下了咧。